今日帶大家嚟到呢個有1200年歷史伊豆小京都修善寺溫泉鄉，親手摘士多啤梨食到飽，睇千年古剎古樸修禪寺，行米芝蓮2星級散步道，開上呢間有380年歷史日本大文豪夏目漱石病到死都要住嘅湯迴廊谷屋。離開伊豆高原揸唔使1個鐘頭車就到咗呢個伊豆長岡草莓採收中心。今日我哋嚟到呢度食到飽。一般嚟講唔需要預約，我哋泊低架車之後俾完錢，工作人員就會帶我哋去到士多啤梨農場派煉奶俾我哋，跟住就可以任摘任食30分鐘啦。呢度有幾種唔同品種嘅士多啤梨，採用高切栽培，方便企喺度採摘，所以唔使踎低摘嚟食㗎。離開士多啤梨園，我哋直接返到修善寺溫泉區呢度半日遊。首先，我哋嚟到日之神社睇下樹齡超過800年嘅巨大夫婦杉，兩棵杉木樹根部相連，象徵夫妻恩愛、家庭和睦。出名喺度祈求姻緣、子嗣同埋家庭圓滿。然後過埋隔離參觀擁有1200幾年歷史嘅古剎修禪寺，呢度係著名嘅賞楓地點。如果各位朋友喺11、2月份嚟到日本賞楓，可以將佢擺喺行程裡面。修禪寺每逢星期2上晝有免費嘅坐禪體驗活動，有興趣嘅朋友需要事先預約，而差唔多每個月都有1個星期日會舉行收費嘅抄經體驗課程。有興趣可以喺呢個網址報名。修善寺溫泉區既然可以稱得上伊豆小京都，咁又點能夠少得呢一條比得上京都南山竹林嘅米芝蓮2星級步道竹林小徑呢？雖然佢規模比京都南山細啊，但係環境維護做得好好，而且遊客相對較少。小徑中央有一個巨大嘅圓形竹製長凳，可以瞓喺上面睇下個天，感受下竹林嘅氣息，聽下微風吹過竹林嘅沙沙聲，非常之咁有療癒感啊！附近仲有個竹湯，如果一日來回嘅朋友可以喺呢度浸下腳休息下。而我哋當然係返酒店嘆下啦。呢間湯迴廊谷屋簡直可以當佢係景點咁參觀。佢係共立集團度假村嘅高級療癒溫泉旅館，有380年歷史，橫跨咗江戶、明治、大正、昭和到而家嘅令和。唔可以唔讚下共立集團，佢嘅設計同埋維護真係做得冇得彈。旅館建築圍繞住精緻嘅日式庭院同埋貴川溪流興建，歷史感同埋自然景觀融合得非常之咁好。佢分開本館同埋新館，共立集團喺2006年同埋2021年進行咗翻新同埋擴建，所以帶有半露天風呂嘅別邸水之隅就係2021年建成嘅，亦都係我哋今次會住嘅房。但係房我哋就唔講住啦，留返一陣間先講。我哋先參觀下酒店先。新館同舊館靠嘅就係呢一條吊橋，只有住喺水之隅嘅房客先至會行呢一條專屬嘅吊橋。酒店有2個大浴場，2個免費太設嘅露天風呂星月，2個室內免費太設風呂岩戶之湯同古代之湯。講到呢2個咁有歷史嘅古湯，就一定要講日本殿堂級大文豪夏目漱石。佢曾經喺呢度長住養病，館裏邊設有同佢相關嘅展示，保留咗佢住過嘅漱石之間，即係而家嘅梅之間。仲有小型咖啡區，命名為漱石庵。佢嘅頭像仲印過喺1000yen嗰度，
足以見證到佢幾咁有江湖地位。谷屋唔單止係一間高級嘅溫泉旅館，佢有啲似歷史博物館。趁呢個機會，我哋可以放慢腳步，細心欣賞下呢個日式庭院，感受下日本文學氣息。入住共立集團嘅酒店，完全唔需要擔心肚餓，佢會24小時供應咖啡冷飲、啤酒任飲。浸完溫泉之後，仲會有益力多雪糕，宵夜會有拉麵，呢啲我就唔同大家一一介紹啦。而家想同大家介紹下嘅係今晚食乜先。今晚被安排咗7:9食呢個晚餐，酒店驚我哋肚餓，仲會喺6點到6點半嘅時候安排咗關東煮俾你墊下個肚。飲杯，祝大家身體健康。今晚食懷石料理，有茶壺湯、頭盤魚生壽司，呢啲就梗㗎啦。最令我印象深刻嘅係主菜竟然俾我哋自選，佢有燉牛肉、蟹肉可樂餅同銀鱈魚任揀。最有驚喜嘅係銀鱈魚竟然配埋呢個視覺效果。最後主食都有得揀，有呢個蕎麥麵、竹筍飯同呢個銀魚仔飯揀。食埋呢個甜品，晚餐圓滿結束。至於第二朝嘅早餐，其實就冇乜驚喜，所以就無謂俾大家睇啦。返到嚟水之羽嘅房間，今次我哋住嘅房間號碼係102號房。房間設計係和式簡約風，入到房之後聞到好大陣嘅檜木味。睡房同起坐間分開，房裏邊一應俱全。備有當地最受歡迎嘅點心俾住客試食。而露天溫泉呢，就設喺呢個浴室走入去嘅露台裏邊。我特登攞呢個房間嘅 Panasonic 風筒俾大家睇，原因係喺大浴場裏邊嘅風筒係上世紀80年代嘅舊式風筒，簡直可以放喺歷史博物館裏邊。所以如果大家想體驗一下80年代吹頭嘅感覺，就一定要喺大浴場吹頭啦。雖然我唔係咁識得欣賞。今次整體嘅住宿經驗非常之咁良好，呢間係我會再想住嘅溫泉酒店之一。如果你都計劃緊去修善寺溫泉鄉旅行嘅話，我絕對誠意推介呢間酒店。希望呢條片俾到一啲有用嘅資訊俾你。咁今集就分享到呢度，下次我會同大家分享下今次旅行最傷心嘅經歷，同開箱一間河口湖對住富士山嘅溫泉旅館。記得訂閱我啊，真遊嘆世界，我哋下集見啦。